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刘心的爱豆日记簿。伫这个单元内底，刘心会甲你分享一寡日常生活的代志，希望会当甲快乐分享给大家。人生如戏的戏，原来是游戏的戏啊！准备开始。边仔迄是啥？哪有遐侪大水狗遐？我实在是有够忝，完全无想要处理，先来房间休一下好啊！房间内底哪会嘛有啦？来查看卖要安怎处理？你是啥？哪会伫遮？你生了？就像电脑游戏会出现的 A 人呢？你手机敢是要互我的？我拍开纸卷，顶面写讲：关房间的窗仔门，拍开客厅的电火，拍开房间门，进房间的电火，等5分钟，关房间门，拍开房间的电火。哎哟，刚才困去，手机仔摔落来，弄着面，大水狗遐搁咧飞，实在毋知影要安怎办。死要做我要医，就照头拄仔迷茫的时，拄着的 A 人予我的纸卷顶面的步数，试看卖好啊。关房间的窗仔门，拍开客厅的电火，拍开房间门，进房间的电火，等5分钟。关房间门，拍开房间的电火，大水狗遐真正拢飞出去安尼，真正敢若咧耍游戏同款。不过一点仔都无好耍啦。刘心的爱豆日记簿第1集就到这。大家敢有啥物拄到大水狗遐，也是其他通拖的经验呢？欢迎伫楼下甲刘心分享哦。